贝比在那边，有没有？在他脚下面。小贝，出来，小贝比在那边。小贝比啊，有看到吗？我还好，小 baby 有吗？对啊。没了，因为妈妈自己看不怎么清。我看着喜欢看，看着喜欢然后出来了。他走路的姿势好羞愧了。好可爱哦！我可爱吃那个饭的。我看呢。照贝比啊。他喜欢玩动物那个叶子。他尝试在自己吃东西。我这个，给你看刚拍的。这个。在跟他打。去找妈妈。妈妈里。妈妈。对，妈妈。我在带妈妈跟他妈妈玩。还是在对。到我看，到我看。不要了，看这个，看这个。你觉得妈妈在玩？他出去了。在洞里面跟他妈妈在玩。干嘛不出去玩？这个。干嘛刚刚？他们刚刚在玩。对。只有脸书你可以看。干嘛不出去？没有脸书吗？那干嘛不出去的？外面很热啊。外面冷呢。谢谢。金刚呢？两个金刚。妈妈对。给你看哦，那个项目里面还有一只猴子蛮可爱，看到它几个图案。你把那个项目打开，我跟你讲，我把它盖住，那只很可爱。在，这只因为它比较久，我把它盖住。后面是妈妈。在那拍的，快！来给他喝。然后脚上一个弟弟，一个宝宝。这只屁股好大。你看他脚他脚上一个宝宝。你看，这阿姨，你要把放进去啊。真的很好。跟妈咪去看大只的，跟妈咪去。对啊。去看大只，跟妈咪。刚刚一样放在脚上。来，给你看我拍的。你刚刚听到关键字。包子在哪里？后面再看，这里啊。包子。这有脸书你可以看。你看他的脚。右脚。你看他的脚。右脚。左脚。小朋友出来了。你看跟你一样，你看那个跟你一样，抱着脚不放，不自己走。在那里，看边摸习惯在旁边，然后他们动物可以看，看他的屁股。有看到吗？看不到。啊，一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左边。这里有看到吗？这里有一只。有看到吗？有动态的，黑黑的，对，有在动。出现了。好，那我们去那边。去那边看。走了，我们下面看，这里。这边看。那个星星一样的啊，阿屁要不要？
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快点，别，跑出来了，宝宝跑出来了，赶快！啊，又被抓走了。好好走。快点吧。那没有盖头啊。我带你妈，哦，妈妈在背个车，对呀。你看，哦，妈妈背个车，背个里哦。妈妈带你过来的。那个是他的宝宝。嗯，应该是吧。他在吃东西。来带看，妈妈在个里头。妈妈带个安尼抱着，爸爸给你抱着。这。妈妈看到。他垂胸。对，妈妈在，妈妈因为妈妈在讲东西。不要讲了。可是他跑去哪里了？嗯？跑去哪里了？妈妈底下，你妈妈底下是吧？妈妈底下。他把这，你看小只底他去找他的妈妈。一出来啊！你多叫一人就要动掉。这里的东西都相对就不会吵架。会不会摔跤？刚刚面对他们那边的嘞，这只面对那个观众嘞，他们现在都面对观众嘞，要不过去看？不用啊，他们这是表演的啊。哎呦，那好壮哦！